Hello，大家好啊！係咪好多人要學日文啊？一見到啲文法就即刻圖都帶埋，覺得好似打大佬咁難。冇使驚，今日我哋就一齊嚟拆解日文最基本，但又最常用嗰兩種句式，幫你一聽就明，即刻上手。我是 Lady JJ， 今日呢，我就會帶大家一齊自開日文語字嘅神秘面紗，等你哋可以輕輕鬆鬆、好有自信咁講出完整又有意思嘅日文。準備好未啊？Let's go！ 好啦，我哋首先開出睇下今日會講啲咩。第一，我哋會解開日文句子嘅核心秘密，跟住就會學識第一招名詞句同埋佢點樣變身。之後呢，就到第二招形容詞句，最後更是會有個重點總結同埋超實用嘅小貼士俾大家啦。OK， 我哋即刻入正題，日文詞字嘅秘密。諗下，我哋由細到大學，英文或者中文，識唔識都作答？一句詞子如果冇動詞，就好似拆啲嘢咁糊冚呢。但係喺日文嘅世界裏邊，呢個規則係可以打破噶。冇錯，你正先冇聽錯，呢個問題絕對係好多日文初學者第一個諗唔明嘅地方。點解日文譯者係可以冇動詞都得噶？其實呢，只要你明白一個好關鍵嘅概念，你就會即刻叮一聲豁然開朗噶啦。答案就係呢個啦，謂語句。喺日文入面，一句字句嘅韻韻其實係個謂語，佢個作用就係話俾人知個主語係啲咩或者係點樣噶。而呢個謂語可以係名詞、形容詞，又或者係動詞。日文主要就係呢三種謂語句，而今日我哋就會專注學識頭嗰兩種先。好，即刻嚟到我哋嘅第一式名詞句。呢個就算係超級基本，但又超用用。無論你想自我介紹，定係介紹你啲朋友，或者係意見活檢，總之只要你想講 A 就喺 B 嘅時候用佢，就一定冇錯。大家快啲 mark 低去，記住呢條黃金公式 A this。 A 就係你想講嘅主題， B 就係用嚟說明 A 嘅名詞。至於最美國 this 就好似一句說話嘅神思咁，令成句嘢即刻變得好有禮貌，係咪好簡單啊？我哋睇個實例啊，譬如你去旅行，想同個職員講呢個係我嘅行李，日文就可以咁講，これは私の荷物です。嗱，呢句就會唔係示範咗頭先頭公式點樣用啦。嚟，我哋一齊解剖下呢隻嘢。これ就係主語，即係呢個。哇大家要記住，雖然係寫出嚟係黑，但係喺呢度呢係要讀做哇嘅。你可以想象佢係一盞 spotlight， 啪一聲打落去主語都話俾全世界知，喂，我而家要講嘅 topic 就係呢樣嘢啦。而後面嘅私の荷物です成個部分就係我哋所講嘅名詞謂語，用嚟解釋個主題到底係啲咩。呢條公式真係超好用噶。例如我要自介紹就可以講私は JJ です，意思就係我係 JJ。而家輪到你啦，試下將 JJ 換做你自己個名，大聲讀出來啊！淨係識講曳咁識冇夠用啦，係咪？有時我哋都有講下唔係啊，或者問下問題噶嘛。跟住落嚟呢，我哋就學下點樣幫呢個句式變身，等地嘅日文可以更加靈活。大家睇下呢個對比係咪一目了然呢？肯定句我哋用 des， 而否定句呢，佢就好簡單，就係將 des 換做ではありません。咁我讀一次ではありません。所以呢，呢個唔係我嘅行李，就係これは私の荷物ではありません。咁問題又點搞呢？仲簡單，你只要善於喺一句肯定句嘅句尾加一個魔法字加，成句嘢就會即刻變咗做雲句。記得講嘅時候，句尾語氣要微微上向揚。例如，これはあなたの荷物ですか？意思就係呢個係你嘅行李嗎？真係加一個字就搞掂啦，是唔是超方便呢？順帶一提，用問句通常係唔使用混口嘅喎。好，學識咗點樣介紹事物，
下一步，近需有同新朋友分享下自己嘅喜好啦。例如，你想講你中意動漫啊，中意打機啊，咁點講好呢？呢個時候，我哋就要用第二式行用詞構啦。呢一句字構嘅結構啦，大家就要留心啲睇啦。A 話 B が好きです，A 一樣係成句嘅主題，通常係指邊個，而 B 就係你中意嘅個樣嘢。好きです就解作中意。咦，點解呢度無啦啦多咗個加嘅呢？呢一個就係重點啦。嚟啦，呢度就係跟你嘅大樓關，一定要分清楚下同加嘅用法。嗱，簡單嚟講，下就好似成句嘢嘅大標題，佢話俾你知成句嘢係圍繞住邊個 topic， 而加呢就係指出你中意嘅對象係嘛。所以一個係大範圍嘅主題，一個係具體嘅對象，大家千祈唔好流亂啊！我哋睇下呢個例子，私は音楽を聴くのが好きです。意思係我中意聽音樂。拆開嚟睇，私は係用黑，因為成個嘢嘅主題係我。咁我中意啲乜呢？我中意嘅對象係音楽を聴くの，即係聽音樂呢件事。所以呢個對象後面就要用啱啦，明未啊？哇，咁快就嚟到尾聲啦，幾時候幫大家寫咗懶人包，將今日學過嘅重點整理一次，等你哋可以隨時罔顧子心。大家可以看一下那個表，我們將兩種句式並排比較，你們看下名詞句是不是很簡單直接，近期用一個哇就搞定。而形容詞句呢，就要同時用到哇同嘎，分工很清晰。再看埋啲例子，是不是即刻就 feel 到它們的分別呢？我建議大家可以 cap 低那張圖，方便隨時能拿出來溫書啊。最後留翻個問題俾大家諗下。而家你已經學識咗日文最基本嘅兩種句式，你最想用日文講嘅第一句說話係咩啦？係想自我介紹，定係想同日本人分享你中意啲咩？快啲喺上面留言，好我知啦，我好期待睇到大家嘅句子啊！多謝大家今日嘅收睇，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